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納指最近連續4個禮拜下跌，美國指數 S&P 最近呢1個月呢亦都急跌咗10%，相對於2024年3個月跌10%，今次的確係跌得幾急嘅，好有熊市嘅味道。我見到有好多 YouTube 嘅片呢都話美股要雪崩啦，要賣走股票留現金，真正嘅大跌都未嚟，所以呢就要留現金準備撈底，同呢個散戶恐慌指數好吻合。呢個指數已經去到08年金融危機、2020年肺炎嘅位啦。喺呢一個角度睇啊，當個散戶指數去到掂到60，S&P 指數未來1年基本上係必升嘅。09年嗰嘢升咗50%，2020年3月份肺炎嗰一下升咗90%。而發仔儲股票嘅方法啊，咁梗係唔會理大市升啦，或者跌啦，定係打橫行啦。最緊要就係個別股票夠平就可以買噶啦。就算我之後賺到錢呢，我都唔會衝出嚟話自己幾勁啊，預測到大市嘅走勢。只係美股近呢100年嘅歷史入邊，有一個運行規律啊，未打破過嘅。喺優質股市之下，升係必然嘅事。你覺得平，你咪買咯。減價時段完咗，咁就會繼續向上破頂噶啦。發仔只不過係同老闆們合作啊，大家好有默契咁樣。借用美股、美國上市呢一個平台一齊揾錢，將入邊嘅錢轉移到自己手上面。如果你真係聽得明呢一句，你就唔會捨得將一啲優質股，特別是喺一個好平嘅時段買嘅優質股，將佢哋賣出去啦。咁呢1-2日嘅氣氛其實好差，又話熊市會嚟啦，真正嘅大跌都未跌啦。我都唔敢咁快出片呢提大家水啊，因為早2條片已經講過。發仔一定會買呢一隻股啦，喺呢個價位就可以買。特朗普啊，侵亦都講到明一定會撐馬斯克啦。咁佢有一日睇中咗一架 Model S 啊 Tesla 嘅，佢仲要現兜兜一炮過呢，俾晒錢去買一架車。咁期間啦，特朗普呢，佢仲話警告嗰啲 Tesla 嘅抗議者，我會抓捕任何呢一啲咁樣做嘅人，因為佢正在傷害緊一家美國偉大嘅公司。如果你哋咁樣對待 Tesla 或者任何公司，咁呢就會係好似警察咁樣捉住你，等你經歷地獄般的折磨。哇，根本打晒矛波。特朗普 Tesla 成為咗佢嘅生招牌啦，股價即刻1日內呢反彈10%。咁呢一個價位就係最近發仔買入特斯拉嘅位置啦。有圖有真相啊！下一個買入位就係呢一個，再下一個買入位就係呢一度。咁陣間就會慢慢去解釋點解會喺呢一個位置買啦。發仔會喺呢一個位置買係因為純粹策略上安排咗我喺呢個位買啫。咁我唔需要去理解佢點解會升或者點解會跌啦。就正如我上年買 Tesla 嘅時候啦，我都唔會知道美國總統呢邊個會贏，亦都唔需要賭佢贏，一直呢都係貫徹呢個宗旨，平咪買咯。咁最後特朗普贏咗喎，咁佢都算係所謂嘅川普概念股嚟噶嘛 Tesla。咁當侵當選，大家都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政策一定會偏向 Tesla， 咁就成為咗特朗普嘅受惠股之一。咁侵當選嗰一嘢，納指就大概升咗10% 啦。咁而 Tesla 呢2個月已經爆升咗130%。如果你係跟住個大市去買股票，其實你好容易 miss 咗呢個 Tesla 嘅升浪嘅，又或者你好容易就會賣走咗 Tesla。所以點解發仔話無視大市嘅升跌都要去買優質股？個別優質股你打個3折啊4折你都唔買，咁你等幾時先買呢？特別是好似 Tesla 呢啲大型嘅優質股，打5折打4折你都唔敢買，幾時買啊？網上邊亦都好多人話 Tesla 而家經歷緊歷史上最長嘅跌浪，但係我哋回顧翻佢嘅歷史，嗱我哋睇大局嘅，睇下最長最深嘅跌浪係幾時？咁我都好精簡，喺呢15年以嚟跌超過50%打5折嘅機會呢。即係好似依家咁啊，總共有4次嘅喎。咁而家經歷緊第4次，之前嗰3次分別係2014年嘅9月，去到2016年嘅2月，總共跌咗17個月，51%。喺第2次由2017年嘅9月去到2019年嘅6月，總共跌咗21個月，跌幅達到54%。第3次就係2021年嘅11月，跌到2023年嘅1月，總共跌咗14個月，超過75%。即係話分別跌咗17個月、21個月同埋14個月。喂，阿師兄，依家先跌咗3個月貨仔啫喎，你就話史上最長嘅跌浪？
喂，想點啊？真係想嚇死我哋嘅散戶寶寶啊！咁發仔梗係預咗佢跌多啲㗎啦，佢跌50% 嘅時候最少都跌咗14個月喎。上一條片呢，發仔已經講咗，你至少要預5注去慢慢買貨，就係呢個原因咯。因為我哋根本冇水晶球，唔會知道 Tesla 會爆咩大鑊嘢，股價再碌落去。但係我只可以肯定，呢15年以嚟總共出現咗4次打5折嘅機會，今次係第4次，咁樣必賺嘅機會你都唔參與啊？咁發仔已經計好晒㗎啦，已經用一個相對安全嘅方式去入市，公開分享俾大家知道我今次點樣賺錢嘅經歷。咁到時發仔出片分享只賺喜悅嘅時候啊，希望你都會在場啊，一齊同發仔開心 share 啦。咁我都唔爭再 share 我個下一個入市位啦，就係呢一個價位，再下一個入市位就係呢一個位。咁唔一定要 set 死一個價嘅，因為我就認為啦，財務自由。自由呢，比賺錢係重要嘅。執着一個價位，你可能可以贏多少少嘅，不過都係贏多同埋贏少嘅分別。不過呢，有樣嘢呢就有唔同嘅，就係你嘅自由度一定係少咗好多啊。如果你係夾硬好執着，一定要某一個價位買呢，咁就冇咗自由啦。咁所以再歸納呢，以下呢個買入位，第一注啊，250蚊以下隨便買啊，就好似古代行軍打仗咁啦，正面決戰之前。進攻嗰個陣營啊，通常都會派下先鋒啊，又或者派下哨騎啊，即係派下啲探子去探路啦。咁呢個係 optional 嘅個人做法，唔一定要跟。所以發仔呢一注呢，其實預咗會揸一段比較長嘅時間。第二注就係200蚊以下隨便買，第三注就係150蚊以下隨便買。自由比賺錢重要，價格爭少少，賺少咗錢，但係就多自由。最後啦，今年大盤呢未必升好多，有機會呢只係打橫行嘅啫。不過打橫行唔代表賺唔到錢嘅，因為美股好多都仲喺骨折㗎，就好似股神巴菲特咁啦，佢最近加倉嘅某一隻美股啊，咁佢嘅代號就係 POL，Pool 啊，都係發仔嘅優質股嚟嘅。同時間佢已經減價時段嚟嘅，隨時都買得㗎啦，只係發仔有其他嘅選擇。例如呢一隻啦，米老鼠啦，又例如呢一個服裝品牌呢，其實都好平啦。咁想買都買唔晒，佢哋全部都係經過時間驗證啊。有幾隻喺美股市場生存咗30年以上，長期向上，隨時會爆升。所以點解話唔需要睇大市嘅走勢都可以賺錢啦？今年美股一地都係錢啊！如果你唔想錯過發仔嘅 update，咁你就快啲 like 啦、shar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條片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最遲下個禮拜再見，有問題就留言問啦。